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過去5日4夜，我同男朋友飛咗去意大利米蘭玩嘅經歷。咁由英國去歐洲真係非常之方便啦。我哋今次係由 Heathrow 飛去米蘭嘅細機場，大約都係2個鐘內就去到。由於經歷過上次喺 Gatwick 飛阿姆斯特丹，我哋覺得好遠，同埋成個心力都比較多啦，咁所以寧願俾多每人30-40磅經 Heathrow 飛會方便快捷一啲。咁我哋事後睇返，其實咁樣飛都係最方便嘅，同埋回程嘅時間唔知係咪大機場啦，真係快咗好多。咁我哋喺飛機上邊沿途見到一個雪山景啦，唔知道係咪瑞士，非常之靚。一落機嘅時候，我哋就見到阿瑪尼嘅廣告，大大隻喺意大利嘅機場，真係不愧為米蘭係一個時尚之都。大家揸住 B&O 嘅應該都知道，我哋係未可以行 digital 嘅嗰一條隊啦，我哋都係要行 all passport 嗰一條路。咁今次我哋落機之後，呢條隊係非常之快啦，好快就已經過咗關，順利咁樣嚟到米蘭機場出邊。到埗之後，我哋都好順利搭地鐵去酒店啦。上地鐵嘅時候，第一個感覺就係乾淨過倫敦好多。我真係唔知倫敦以前係咪咁樣啦，但係倫敦嘅感覺，上車除咗嗰啲擁抱嘅 sofa 好污糟之外，都總係會有啲咩可樂罐啊，有啲食過嘅嘢啊，周圍掉，真係唔知係咪近年嘅移民嘅質素下降啦，咁所以都真係周街多咗垃圾，或者係地鐵都真係相對比較污糟。咁喺米蘭呢度個地鐵就比較似香港啦，都乾淨好多。搭咗大約半個鐘就嚟到我哋住嘅酒店。歐洲唔知一般係咪比較環保啦，即使係3-4星嘅酒店都冇拖鞋、冇牙膏牙刷，今次係連煲水都冇，所以冇熱水飲。咁酒店嘅樓下都有得買拖鞋啦，咁我哋就買咗2對，每對1歐半。附近有間好大型嘅超市啦，咁所以我哋就決定買啲正常嘅牙膏牙刷去用，就唔買佢即棄嗰一啲。個超市一樣係超級之大啦，物價由於係歐元，咁所以會比起英國平多少少咁樣。咁喺酒店附近，我哋遇到呢個自動咖啡機啦。咁嗰陣啱啱落機都有啲攰，咁我哋放低完啲行李之後，諗住去附近嘅商場食下。咁沿路我哋就買咗一杯細細地嘅 Americano， 要0.8歐，非常之細杯啦，仲要係膠杯。飲住杯咖啡，我哋就一路行去附近嘅大商場啦。當其時其實應該都係6點左右，但米蘭嘅街景普遍都非常之陰沉，我覺得好似冇開燈嘅中上環。呢個係我哋沿經嘅隧道，非常之黑。哦，有人係咩？哇，唔係喎，人唔係行。哇，咁恐怖嘅！頂，再搞呢個咩嘢？冷到呢度未黑晒嘅，其實不過入邊係完全冇燈。哇，好誇張！我真係估唔到嚟到米蘭會有嚟到香港嘅感覺。唉，好似天蟲市啊嗰個。然之後我哋又經過一個神主牌紅色燈嘅公園，你叫我估10次我都估唔到呢個係一個公園。仲有呢間唔知有冇營業嘅酒店，非常之陰森。好彩我哋冇揀到呢一類酒店啦，如果唔係我應該會想喊。
去到商場門口就見到有狗狗好開心咁樣跑啦。我哋平均喺米蘭每一日都遇到10隻8隻狗啦，起碼。跟住佢哋係可以自由搭地鐵啦、入商場啦、去餐廳啦。對於鍾意狗嘅我，完全係天堂。其實我覺得好多狗都唔會喺搭緊車或者行商場嘅時候去洗手間啦。喺主人嘅手上亦都好少大聲吠。對我嚟講係絕對好過小朋友或者 BB 咯。咁希望香港未來都會多啲包容貓狗出現喺公共嘅空間啦。喺呢個商場，我哋就食咗第一間叫做 Spottini 嘅 pizza。喺周圍都會見到呢一間 pizza 店啦，咁相信係連鎖集團。佢算係比較厚皮啦，跟住個底烘得有啲燶。10分嚟講，我會俾6.5至7分。但佢 lunch 嘅話，好似會大約6點幾歐，係會有一個 pizza 加一大杯啤酒。咁我覺得如果係呢個價嘅話，都幾抵。食完 pizza 之後，我哋繼續行下個商場啦，又係有間超級大嘅超市，可以好似有半間豐澤擺咗入去咁，可以展示10個8個洗衣機同埋雪櫃，非常之誇張。跟住我哋又周圍睇下啲夾公仔機啦，食埋個 gelato 嘅雪糕，就結束我哋第一日嘅行程。都想提埋大家，冬天歐洲嘅酒店，你開嘅冷氣應該係暖氣嚟嘅，所以如果你入到間酒店同我哋一樣覺得好焗嘅話，你可以研究下個窗可唔可以打開，因為我哋問完職員，佢係建議我哋開窗啦。咁大個窗竟然係可以完全打開晒，個人係可以跳落去，都有少少恐怖。咁但係開咗窗之後就係真係通風非常之多。去到第二朝5、6點起身，我哋就發現 Heathrow 機場竟然因為大火關閉一日，我哋真係覺得好幸運啦。因為如果我哋遲一日出發嘅話，成個 trip 簡直係去唔成啦，或者係訂咗嘅嘢都冇得賠咁樣。咁我哋覺得非常之幸運。第二日我哋嘅行程係米蘭大教堂。咁喺出發之前，因為我哋嘅酒店係包咗早餐，所以我哋就食埋個早餐先出發。我哋呢度一晚大約係70磅左右，包埋早餐。我覺得個價錢攤分開，每人幾百蚊港紙都係可接受。早餐雖然唔係超級豐富啦，但係有好食嘅牛角包、炒蛋，有咖啡茶、無限添飲，我覺得都好滿足。出發去米蘭大教堂，依然地鐵非常之乾淨，比較少見到好似英國倫敦咁樣嘅印度人或者穆斯林啦。可能始終米蘭都唔會係移民嘅首選。去到米蘭大教堂真係非常之壯觀啦，嗰啲建築係好精雕細琢，好靚。由於我哋兩個都係無神論者啦，所以我哋嚟到主要都係欣賞個建築。喺米蘭大教堂，除咗人最多之外，仲有鴿，真係非常之多鴿，簡直係就好似灣仔嗰個轉角位咁樣，係大量嘅白鴿。有啲人仲會專登擺食物喺隻手度，等隻鴿飛過嚟影相啦。對於由細到大喺香港聽開禽流感嘅我哋係非常之驚恐，咁所以我哋盡快影啲合照之後都離開現場。雖然當日天氣唔算好好啦，但起碼都冇落雨。教堂俾人嘅感覺非常之莊嚴神聖，係有一種好寧靜嘅感覺，亦都回想起讀緊基督教學校嘅時候，每一次嘅傳道啦、宗教堂。但我仲好記得問宗教阿 Sir， 同性戀或者自殺嘅人係咪會落地獄？佢話根據聖經就係咁，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宗教非常之霸道，難以說服我去相信。我唔知道天主教同基督教最大嘅分別係啲咩啦，但個教義我相信都係差唔多。參加大教堂，我哋有買登頂嘅門票啦，咁係要行樓梯上去。咁樓梯嘅梯級係好高啦，因為我之前都扭親隻腳，所以都要慢慢小心行。一路行嘅時候，由於我體能好差啦，我自己都覺得趁後生仲行得走得嘅時候，都真係要盡快嚟呢啲景點。如果唔係，將來老咗都真係好難擒上去。沿路有啲位可以近距離望到建築嘅細節，你睇下呢個 BB 樣非常之恐怖。
喺度諗呢個幾百年嘅建築啦，唔知道浪費幾多人力物力去起成，係咪真係有帶俾信徒人心嘅慰藉？雖然唔係信徒啦，但係我都希望幫遠方被囚禁嘅天主教信徒點一支蠟燭，希望天主真係會回應佢哋嘅禱告。行完教堂之後，我哋就嚟到旁邊嘅呢個回廊，佢嘅拱形設計非常之華麗啦，成條街都係名店。我哋參考咗其他 YouTuber 影片嘅介紹，踩住呢個公牛嘅睾丸轉3個圈，希望會帶嚟好運。之後我哋又去咗附近呢間出名嘅小食店，食咗個炸包，都算幾有特色，幾好食，推薦俾大家。食飽之後，我哋又去到全民最靚嘅 Starbucks， 佢嘅外觀係好特別啦，入邊嘅咖啡師亦都好似表演咁樣製作飲品，亦都有好巨型嘅烘焙機喺度烘緊豆。但現場實在有太多遊客啦，亦都非常之嘈。對於一個有啲高敏嘅人嚟講，坐咗一陣我就覺得有啲辛苦，真係好想快啲走。之後我哋就繼續喺附近行下啦，又去到一個商場嘅中心，呢度有間 IBM 嘅公司，個建築都係好特別。呢個係全民一個被花包圍住嘅豪宅高樓大廈。米蘭你見到係非常之多高樓大廈啦，路窄人冷漠多商場，真係令我覺得好似返咗香港咁。夜晚我哋又嚟到一間意大利餐廳食意粉啦，我哋各自叫咗一個蜆肉意粉同埋三文魚意粉，2杯 house wine 同埋水。意大利餐廳嘅水係要額外收費啦，唔似英國咁樣有 tap water 呢個選擇，咁所以每次都預多3歐至10歐係叫嘢飲，跟住再加一個類似茶芥即係坐台費嘅消費，都係要2-3歐，咁所以埋單每個人起碼都15至20歐左右。食完嘢大約8-9點，打算返酒店嘅時候，我哋又有一個意外遭遇，就係架貨車突然之間停低，跟住個職員話俾你聽，今日架貨車唔會再提供服務，即係因為佢哋罷工咁樣。我哋就即刻透過 Citymapper 個 app 睇下有冇其他巴士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啦。但我睇完新聞之後發現，今日嘅罷工似乎係全方位嘅，咁所以路面嘅輕鐵啦或者巴士應該都冇乜可能搭到。咁我哋最後我男朋友就揾到個 app 嗌到的士啦，用咗40-50歐，對比起我自己睇 Uber 要50幾至90歐，都算係不幸中之大幸，用錢解決平安返到酒店都算係咁。多謝男朋友做 GPS 同埋呢個護花使者送我哋返屋企。喺米蘭搭的士，夜晚望住街景，成件事都有啲浪漫。第3日由於天氣都係一般啦，甚至落雨，我哋對於博物館又我自己啦，對於達文西個博物館唔算好有興趣，咁所以都冇去。我哋就去 Outlet 嗰度行下啦。呢個係比較近市中心嘅 Outlet，有比較多啱男士嘅鋪頭啦，包括 Tommy Hilfiger、Nike、Adidas 等等。咁男朋友最後都有收穫，而我嘅收穫就係買咗3個 Made in Germany 嘅飯盒。行到攰，我哋又揾咗間餐廳食嘢，但呢間真係好難食，唔知係我哋食唔慣定係佢真係麻麻地啦。我嗌個 pizza 個底係好腍嘅，跟住個意粉好粗啦，好似上海麵咁，真係非常之食唔慣，建議大家可以避開。買完嘢之後，夜晚我哋都係出去揾嘢食啦。今次嚟到一間比較平民貼地啲嘅餐廳，嗌咗個 risotto 同埋意粉，口味就比較，我覺得係貼近香港人嘅口味，有啲重口味，同埋有比較多海鮮啊，都比較抵食。咁推薦俾大家經過可以試下。去到尾2一日，天氣都係一般啦，但我哋都決定去出名嘅運河嗰度行下。沿路竟然撞到有土耳其人嘅示威，令人似曾相識嘅畫面。Democracy 喎，原來
去到運河個景色都算好特別，不過佢哋啲攤位賣嘅紀念品都係一式一樣，冇乜特別。之後我哋行咗去一間排長龍嘅 gelato 雪糕店啦，算係我哋嚟過之後食過最好食嘅嘢。我推介粉紅色呢個 berries 嘅味道。咁我男朋友嗌咗朱古力同埋檸檬都幾好食。夜晚我哋又揾咗一間出名嘅意大利餐廳食最後的晚餐。男朋友就話佢個牛膝燉飯係幾好食，但我個海鮮意粉就一般。我覺得係因為我嗌咗啲佢哋唔係招牌嘅菜式啦。佢呢間餐廳應該係比較招牌菜比較係牛肉嗰類啦，咁所以建議大家如果嚟試嘅話，可以試翻佢哋嘅招牌菜。連續食咗幾日 pizza 同埋意粉之後，我呢個亞洲胃都真係有啲夠啦，都唔係好想再食意粉同 pizza。去到第5日最後一日，我哋寫完明信片之後，嗰一朝早就去買郵票。我哋去咗附近嘅郵局啦，佢嘅守衛非常之森嚴，要逐個人去入去。如果寄英國、寄美國、寄香港都有唔同嘅價錢啦，大家記得問清楚。買完郵票都係時候 check out，準備去機場。雖然今次成個 trip 唔算係好完美啦，又唔算係超級多嘢玩啦，但係都係第一次探索意大利呢個國家，都有好多新嘅體會。譬如發現咗啲人真係唔算好擅長英文啦，好多時候都係有限公司要同佢多啲溝通先了解到。然之後佢哋嘅餐廳係喺2點至7點嘅時候，好多時候都係閂門嘅，即係可能有少少落場嘅概念啦。好多餐廳都係7點先開，佢哋食飯嘅時間都比較晏啦，通常8點開始多人，咁所以大家要準備喺晏晝呢段時間只能夠揾啲連鎖店啦，或者係小食先食到，就好難有個 early dinner，要7點之後先有餐廳開俾你食正餐。意大利米蘭成個城市好似冇着燈嘅香港咁樣，竟然喺異地令我覺得好熟悉嘅感覺，亦都有少少懷念香港嗰一種好窄嘅街道同埋好熱鬧嘅都市。之前睇咗一大堆防盜嘅片啦，即係講到米蘭呢啲熱門嘅景點有好多小偷扒手，但唔知係咪我哋睇落都警戒心好強啦！我哋由頭到尾都將證件同貴重嘢擺喺外套入邊嘅袋啦，跟住全程都揸住部電話，咁所以好慶幸呢啲被扒手嘅嘢都冇喺我哋身上發生，可以平安返到熟悉嘅倫敦屋企。咁以上就係我哋去咗5日4夜米蘭嘅分享，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覺得我哋旅行去嘅地方都有啲無聊？但係我自己覺得米蘭都真係相對悶嘅，我覺得安排3日2夜應該都已經好足夠。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米蘭，有啲咩感覺，或者去過其他意大利嘅城市，有冇咩特別嘅推薦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聽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